在那个100年来，太平国小他们也一直很伤脑筋，在校史里面的一些相关的资料都没有提到说这位小女生是谁，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黄土水当年做这件作品的时候，其实也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去买了那个刚被屠杀的温体牛来当模特儿。嗨，大家好。你要了解台湾的历史，要先了解台北的历史。那要了解台北，你就要先了解大稻埕。那其实要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其实艺术欣赏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之一。黄土水，我们台湾第一位到日本学美术的艺术家，也是第一位在日本的帝国美术展览里面，我们简称叫做帝展得奖的艺术家。那他是出生在艋舺，但是小时候就搬到我们大稻埕来了，所以他对台湾美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是太平工学校毕业的，后来读了国语学校，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国北师。后来他又公费就考上了东京美术学校，就是现在的国立东京艺术大学。那他一路上表现都非常优异。那至于说为什么太平国小里面会有这件作品，是黄土水他要到日本去留学之前有半年的时间空档，所以就被学校邀请回去担任教职员。所以黄土水他除了是校友之外，也是那边的教职员，所以有可能是他当时在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的时候，这件作品是毕业作嘛。那他就是捐赠给当时的校长。从我所掌握的资料里面，这件作品最少在1922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收藏在学校里面了。因为当时裕仁天皇来台湾旅游的时候，曾经到太平工学校里面去参观，就已经有看到这件作品，就发现黄土水这件作品已经在里面，而且后来也曾经邀请黄土水为他们夫妻两个做那个塑像，真的是栩栩如生。所以我要强调的是，黄土水在做这件少女胸像的时候，事实上还不到成名的这个阶段，可是技术就已经是非常好了。这一件作品其实在那个100年来，太平国小他们也一直很伤脑筋，在校史里面的一些相关的资料都没有提到说这位小女生是谁，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她的那个 background 是如何。我曾经有跟他们讲过说，会不会是当年那个校长的女儿，结果当然都不是。那国北师他们有邀请一位日本的学者，而且他长久以来都在研究台湾跟日本的美术这一块。那终于是找到相关的资料了。这位小女生的父亲是黄土水当年在读东京美术学校的很重要的赞助者，是在高砂寮，就在上野公园附近。东京一直以来都是属于高级住宅区，所以当年这个小女生的名字叫做那个节子小姐，就是因为她爸爸就是长久赞助者。黄土水就长久以来受他父亲的赞助嘛，然后就看到他有一个很卡哇伊的小女儿，邀请他的女儿来当他的模特。所以你可以看过的朋友就看到说，这个小女她的装扮、她的法术，还有穿了一件日本的话叫做扣斗，就有毛的外套。在100年前来讲，如果说不是家境很 OK， 事实上是不大可能会穿出那样的衣服的。黄土水就把那个小女生很可爱的，感觉上就是受过家教的那样的气息，就把它雕刻出来了。而且100年来都没有离开过太平工学校比如说有我们大稻埕的洪瑞麟，还有像陈植棋、郭许如，还有像李梅树等等。我们台湾有这么棒的艺术家，有这一段历史，都觉得非常的精彩针对100年前台湾很多景观有做了一些琢磨，还有当年在那个年代的艺术家是在怎么样一个刻苦的环境氛围之下，为了为台湾人出口气，所以他们用尽了很大的努力，克服了很多的困难，考上东京美术学校，而且还进入帝国美术展览，让日本人对我们刮目相看。
在当年那么困苦的环境之下，而且是我们被殖民的时候，嗯那黄土水就一直认为喜欢艺术的人一定要到东京美术学校考上那所学校，入选地展，争取最高荣誉，然后可以为台湾人争一口气。那他当年在日本得奖的时候，台日的媒体真的都是争相报道，而且也鼓励了很多他后来的学弟。黄土水是基于爱才的，他对于台湾的雕塑其实也培育了不少人才。杨英风第二代雕塑家蒲天生更是他的入门的得意门生。对，像很多人都不知道，黄土水他一开始到东京美校的时候，他是学木雕的，工会堂，以前叫做工会堂。是啊，就是中山堂。日本为了他们要纪念自己台湾40周年，所以他们就邀请黄土水做这件作品。黄土水当年做这件作品的时候，其实也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他特地从东京回来台湾，然后到万华那边的一个文人士绅租借的一个场地。他为了要把这个牛的神韵刻画得非常写实、栩栩如生，他还特地到牛圈，还有去买了那个刚被屠杀的温体牛来当模特儿，然后据说有好几天在那个牛圈里面观看真的牛的肢体、它的颜色、观察牛的形象，整个肉的纹理这些，来到他的画室，很巨细靡遗的去刻画。那个中山堂，你到现场去看的时候，它牛的肌理线条、骨骼为什么能够这么的写实、这么的逼真？三个侄子一起入画。台湾的一些亚热带气候的景观，像比如说这件作品上面就有代表台湾的芭蕉树嘛，还有牧童，还有水牛等等，就是最代表台湾亚热带的那种景观。因为他做这样的台湾的这些风味的时候，才能够受到日本人的青睐。如果他是做日本的风景，那就不用，他们就直接邀请日本的艺术家来做就好了。那这件作品后来黄土水回来台湾做完初胚之后，他为了不要在后制作业不要再受到干扰，所以他后制作业回到东京他的高沙寮那边的工作室去完成的。可是他真的呕心沥血，然后他这件作品完成没多久的时候，他就蒙主恩召